Hello，大家好，我係鄭偉明。你哋睇緊嘅係 GA Live。鄭 Sir，你覺得呢啲 supporting gear 對於運動員，你覺得幫助有幾大咧？嗱，呢啲真係專家去分析下。呢啲應該係對於佢哋個血液循環、恢復嗰個體力都會係有幫助。真係知道晒。阿 Huge 都要背30分鐘，佢即刻講到出嚟。因為其實嗰個即係我哋下肢嚟講，因為嗰個佢哋個心臟比較遠啊嘛。咁如果佢距離心臟比較遠，所以如果你企喺度咧，嗰個壓力佢咪需要好大嘅壓力先回流到咯。即係我哋以前嚟講咧，可能係叫啲運動員坐喺度，將隻腳擺高，咁佢回流，咁咪唔使咁大嘅壓力去到。我試過咯，拗柴咯，做翻嗰個恢復咯。醫生叫我吊隻腳瞓覺咯，會幫助到呢個血液循環。你一即時拗柴啊，係即時晾起隻腳啊，喺球場已經仲翻屋企啊！逢星期五嘅9點半鐘 GA 嘅直播節目，有好多重量級嘅嘉賓會講香港人嘅故事、香港運動嘅故事，大家千祈唔好錯過。仲有樣嘢，半價掃靚嘢，你啲咁嘅 T 恤都係半價，半價送多啲俾你。波號，記住，逢星期五夜晚9點半 GA Live，到時見。